就是说，10年前你救下来那个小女孩，就是江小宁？不会这么巧吧？你别搞错了，闹出个乌龙来。今天啊是江小宁的生日，10年前的今天，我们共同经历了那场车祸。你能确定是同一场车祸吗？确定。就是说，10年前你救下来那个小女孩，就是江小宁？这世界也太小了吧！是啊，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啊，你们还就这么莫名其妙的重逢了？不单单是重逢。那还有什么呀？别走啊！还有什么说呀？我不想再逃避了。你喜欢他，我就知道。怎么没告诉他呀？你说谁能接受着一个带着机械心脏，还随时漏电的男朋友啊？那你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啊3个月以后吧。博士说了，3个月内啊，他会解决掉机械心脏所有的问题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真的吗？你是说，3个月之后，我就不用再给你开车，替你挡酒，也不用再整天盯着手机担心你的心跳指数了？对，也不用再担心你会电量不足突然晕倒，更不用担心哪一天会看到你的遗书、遗体捐赠书，甚至你会突然消失。没错。啊！太好了！太突然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庆祝了。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江小宁表白。哎，怎么能现在去表白呢？再等等，3个月。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啊！这要是我，肯定现在就冲过去了。上天都安排你们2个在茫茫人海之中重逢了，这说明她就是你的真命天女。说实话啊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很不一样。如果说10年前的今天是让我有了一次重生的机会的话，那么当机械心脏解决掉所有的问题，可以完美运行的那天开始，就是我再一次重生的时候。我真的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那么期待过那一天的到来。你们俩的缘分可真是够奇妙的。